近日，本港網絡瘋傳幾張相片，一名內地女生喺香港搭電車嘅時候，以超性感野性造型打卡，引起熱議。佢戴住紅帽、頸帶，着住超低胸 Deep V 豹紋短裙，加吊帶絲襪同黑色高踭鞋，喺電車上擺 pose 影相，仲一度將高踭鞋踩上座位。自拍時表情滿意，留言話真係好中意香港，仲補充話影完又用濕紙巾抹乾淨個位。不過唔少網民就大為反感，鬧爆鞋踩上座位好冇公德心，成套衫搭得好奇怪，冇美感，呢啲行為污染晒架電車。亦有人質疑所謂影完抹返就代表冇問題。之後有網民發現，其實呢組相早喺24年7月就已經出現喺小紅書，並唔係最近影。相中女生當時講豹紋係佢最愛元素，但就冇提過清潔座位。面對圍攻，女生澄清相片唔係佢自己發出，仲反擊唔係我發嘅，鬧我做咩？唔少網民就力撐佢，姐姐好靚，香港人唔使咁 mean 啩，接受多元文化唔係口講噶嘛。你又點睇呢件事？係過火打卡定係着得有風格啫？留言講下你意見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。